议员杨忠成表示，原来大湾相对因为旧国会已经选到新的地点来大大提升救灾效能，只是空出来400平空间如何活化，港区的议员有无同意见，其中就希望作为交通分队的。不过杨忠成表示，伊徛伫不与民争利，建议兴建为大湾里活动中心。自交通分队就设置烟空拖吊场，伫昨日时积极向市长争取。工地一堆啊，那么唔通甲与民争利一样啦，吼。但是希望阮大湾里争取遮尔啊久的活动中心，到这时，阮一个里长强要受袂掉啊！我希望恁的交通分队唔通接到恁的甲我答复的公文。讲，因为迄是经济用地，所以市长，你看安那会当互阮争取者？先甲伊答应讲，大湾活动中心，是毋是会当优先评估设置即个消防分队，大湾消防分队迄个所在的原址？伫未来也有机会时阵，我想嘛是一定爱来评估迄个所在活化了。会中议员杨忠成嘛关心台南市欠缺大型羽球场馆，要求举办大型的比赛，除了带动体育发展，嘛增加观光的效益。于是体育局表示，未来该当兴建大型的羽球馆，将评估实际需求加适合的公有地以后，向中央争取经费。台南新闻军及杨顺怀采访报道。